2年之間，田徑隊由 D3 直升上 D1， 好多人問我哋，田徑隊嘅成績已經咁出眾，點解你日日補完習、開完會都仲要咁辛苦趕去練跑呢？有今時今日嘅成果，其實除咗多得唔少田徑界嘅師兄為我哋喺 D3、D2 開路，同埋老師教練對我哋嘅專業教導同埋悉心嘅培育，最重要係每個華人仔都有一顆堅持同埋熱血嘅心。短跑嘅人練習練到嘔，都係為咗喺比賽上面追過人哋，即使為咗0.01秒都會搏到好盡。長跑嘅人每次連續跑圈做體能，都係為咗一次又一次跑出最佳時間。跳項嘅人俾泥沙整到幾污糟都好，都係為咗跳得更遠。擲項嘅人為咗上力掟得更遠，會不斷舉重，為求令自己變得更強。當然，華人仔有呢份堅持熱血嘅心，為嘅都係希望可以喺田徑場上邊為華人發光發亮。印喺我哋背脊上面嘅學校名，即係代表住我哋一穿上呢件衫，就係背負住華人嘅精神出賽，搏盡無悔。一上到戰場，每個準備上線嘅華人仔都會自自然然望上觀眾席，為嘅係見到一班企喺觀眾席上面為自己落力打氣嘅華人仔。每一句嘅口號，每一句嘅支持，都會令我哋喺比賽上打上一支強心針。華人仔有呢份堅持熱血、搏盡無悔嘅心，最重要係有你哋每一個嘅支持同埋鼓勵，先可以令我哋喺 D1 舞台上面發光發熱。2月20號，華人仔灣場見。